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咱今晚要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字吼。咱第一字要介绍这字读作长，就是冲跟淋的意思。咱比如讲涨水，就冲水的意思；涨仙窟就是淋浴或者是冲澡的意思下面这字读作渣，就是捞的意思相似字为捞但是台语读作糊就是将汤上面的糊渣把它舀掉，也指类似的动作。咱比如讲，把背扎起来，就是把糊渣捞起来另外它还有捞鱼的意思。咱比如讲，炸鱼就是放网再拉起，然后用网勺把鱼捞起好，下骹要介绍这字读作转，就是扭转的意思。咱比如讲转面巾，就是拧毛巾另外它还有上花条、扭转花条的意思。咱比如讲转时间就是替时钟上花条另外它还有旋转的意思。咱比如讲把塔拉转开就是把瓶盖转开下面要介绍这字读作菜，伊的写法就是倒边一个立，正边一个在它是竖立的意思。咱比如讲彩条就是立柱子或者是说呆站着僵立。咱比如讲伊踩伫遐都唔叮当，就是它僵立在那一动也不动下面要介绍的这字叫做车就是挖掘找的意思。咱比如讲车头就是挖土的意思车头。过来这里要介绍叫做秋是用聚光灯、手电筒等的光照亮。那比如讲拿手电照路，就是拿手电筒照路的意思好，多谢各位。